呢個人咧，呢個修行者咧，可以修小乘嘅名義咧，因為佢修到呢一種境界咧，佢就有一種神通，佢已經有個神通，佢就會同大乘嘅人講菩薩悟空如何示範，即係話呢個菩薩都唔執着，已經唔執着戒啦。咁我還戒仲有乜嘢？仲有咩分別咧？跟住呢個人咧，佢就會飲酒食肉，跟住橫行淫欲，因我呢故，因為佢有魔嘅加持嘅力，所以佢可以好出名，佢可以有嗰種福報嚟行呢種嘢。跟住佢就毀謗正法，毀心狗日，佢就會食一種屎尿同埋酒肉侵一齊食，即係話佢表演俾你哋睇，我唔執着屎尿，我唔執着酒肉，佢就會攞種屎尿同埋嗰啲酒肉一齊食，等一句雷空，即係話佢話呢個係空性，呢個人佢響你面前會表演食屎飲尿。跟住食肉飲酒，稱自己話菩薩冇執着呢啲嘢嘅，跟住話呢種係一種空性，呵火於耳，破咗佛嘅嗰種威儀。即係講我哋佛係叫我哋唔好掂呢啲位嘢，佢就係破咗呢種威儀，又破戒，失於正當，從論罪。呢種人咧。呢種行者咧，佢就會被打，最終會被打落無間地獄。呢個係條件，呢個就係講到一種阿羅漢你修到一種境界。等陣我會講我朋友嘅我嘅親身經歷嘅嘢，由小乘轉去大乘嘅我朋友親身發生嘅。但係而家我解釋幾段呢啲有關神通嘅嘢。有關神通，有一段，我哋講另外一個行者，另一種修行人，呢個係第七，呢個都係第七識摩那識，去到摩那識境界，幽山男子，受應虛妙，不招邪律，原定發明。三摩地中，心愛神通，種變化。三摩地即係定中，佢喺個定中咧，佢好中意神通，佢好中意用神通嘅種變化，佢好中意顯神通。研究化緣，貪取神力，爾時天魔，後得其變，非經輔能。口說經法，呢個時候咧，天魔咧就會嚟俾佢一種神力，就會加持佢，就會俾佢講經説法。此人曾不覺知魔爪，呢個人咧，佢唔知道佢自己着咗魔，一言自得無上涅槃，佢話佢自己已經得到好似佛咁得到無上嘅涅槃咗。來彼求通，善男子處，復作說法。即係講，佢咧就會整一個法會，集合所有嘅善男子，跟住輔助説法。世人或負手指火光，呢度接落嚟咧就講佢表演神通啦。佢咧就會將佢個手。整一種火出嚟，直頭以嗰個火燒你個手，手射其光，分於所聽，施眾頭上。你將你嘅手個光放光向啲，好似你哋啲大眾啊、啲善眾啊，個頭上面射嗰啲光落嚟。施諸聽人，即係我聽緊佢講法嘅人咧，點上火光。
皆常處死。頂上嘅火方咧，佢仲要放火燒你嘅頭，但係冇傷咁，就會數尺咁高。亦無熱性，塵不焚燒，即係話人哋佢將佢個火放落嗰啲大眾嘅頭度，個大眾咧就唔覺得熱，又唔覺得俾人燒嘅。OK， 跟住接落嚟啦，呢度就好似耶穌嗰段啦。禍水上行，如覆平地。我哋讀聖經，耶穌顯神通嘅時候，響水度行路咧，呢種行者咧，我哋大家相信大家都有聽過。